好像牧师拿错了哦。不是那个考试卷呢、哦，好。好，就从这个路德记。上次我们好像没有讲到路德记了吧？还没有。那牧师，请问一下，我就不需要用这个 PP 这个吗？还是我可以？好。好，我们就开始吧。的同学们平安，今天是我们旧约导论最后一堂的上课。感谢主，让我们经历了没有疫情的时候，也最后又经历了这个疫情很严重的时刻。然而，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学上课的精神非常的旺盛，而且我们还是继续实际上的透过不同的形式来上课，就像现在这样，最后的3堂课我们透过直播。那么呢，我们也更感谢主的是，我们的同学们也非常的坚定、坚持，而且很诚实的，也经历了一个考试啊。那么我还没有完全的收到所有的试卷，
那我相信同学们在7点以前都已经交上来了。那么我今天下课之后，我会回去找个时间，我相信我会很快的改完，因为我看你们考的 barbecue 蛮顺利的啊，一家烤肉万家香啊，那就是说每一个人大概都考得会很不错。那么老师也很期待还会有第3次的考试。那第3次的考试当然就是在胜卷的部分。那么有关胜卷的部分应该要注意的呢，我想在今天的最后这一堂课里面，我会跟大家再一次的强调一下。当然不可能全部啊，不过以同学们的聪明也记得，老师说一次会比一次的难度稍微高一点，所以呢，老师没有提到而却有考出来的，就是考验你是不是把整个的讲义还有上课老师所提的很仔细的听，也很仔细的做一个整理。那么同学们也要记得，就是这20题的考试，就是有关胜卷的第3次考试，我们会在这个礼拜过完的下个礼拜呢，给你们有1个礼拜时间的那个准备哈。然后经过1个礼拜之后呢，也同样的，老师会把试卷交给森峰，然后森峰呢就会电邮给大家。那么你们也可以在电脑上作答，然后电邮回来给我，或者是有纸本放在教会，你们可以来教会考试。听牧师师母说，有些同学真的来教会考试，哇，真棒啊！所以呢，我为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感到自豪。我们可以在非常时期仍然继续的学习，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阻挠我们来学习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把剩余的胜卷的一些的著作，我们跟他分享完。那么首先我们今天就感谢牧师上1个礼拜给我们专题的演讲，从以斯拉尼希米看到我们今日的领袖可以效法的地方。那么我相信这个非常精彩精辟的这一个讲述，这些的帮助我们这些的资料，那么我相信我们同学们都记下来了。那么牧师刚刚也给我他的 PPT， 我一定会存档啊，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料。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在课堂上就不会再讲到以斯拉和尼希米记。那么我们今天就直接进入我们还没讲到的，就是路德记啊，路德记，路德记我在这边先打顿一下。希望大家是不是觉得在声音里面都可以，因为上2次的经验，有些同学都说声音太小了，都听不到，所以呢我像第1次我就重复了上半段的资料啊。那如果同学们有任何的意见，现在在开始的大概15分钟以内，如果你觉得听不到，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就请你传到 LINE 里面来。那么我们的师母和牧师就会在现场来告诉我啊，我们做最好的调整，希望我们同学们能够顺利的上课啊。现在这样的声音更大一些了，我相信同学们会听得更仔细。好，我们来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的课，从开始第1堂到这第14堂课。主啊，我们看到你的恩典，我们看到您圣灵的浇灌，我们看到您恩典的同在。你招聚了我们每一颗学生的心，让我们进入到旧约导论的世界，让我们对整本的旧约有个概括性的了解和架构上的认知，所以能够帮助我们从这样的基础上深入的到每一个书卷里面仔细的去了解它。谢谢主，让我们见到了整个旧约的生灵。谢谢耶稣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到了这最后1堂课。虽然有许多的障碍和有许多的变化，但是我相信上帝要我们学习的旨意永远永远会执行下去，不会受任何的影响。因为主啊，我们爱你，
我们愿意学习，所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阻拦我们像以斯拉那样定志考究、遵循教导上帝的话语。谢谢耶稣，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学习不只是停在这一堂课而已，反而是更得到激励，让我们继续的学习下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2个小时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路德记啊。路德记是米基录，米基录的意思就是5卷啊，有5卷。这一个一定会考哈，这一定会考。这个是唯一的一个问答题啊，问答题。这个问答题是占10分的问答题，就是在圣卷里面的米基录有哪5个书卷啊？他们分别会在哪一个节庆里面去诵读或者是使用？那么这一方面呢，我的在讲义里面我都有，所以希望同学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一方面的常识哈，有关旧约的常识。那么在这个路德记里面，那么我们就先来看它的背景啊，大家都对路德记很熟悉啊，那就是一个在伯利恒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因为有饥荒啊，他们到那个地方去找更好的生活，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大家都知道，这一个人过世了，2个儿子也死了，只留下了自己的一个太太和3个媳妇。那么整个的故事就落在拿俄米这个寡妇，还有另外她的媳妇，也同样的成为寡妇的那个人叫路德。那么事情就由他们2个的悲剧开始，就是他们就想要回家啊，就想要回到伯利恒，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希望能够再有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以他们近东的风俗的习惯来看，他们要回家，除非有人近亲去娶这个路德，要不然这2个寡妇呢，实在是无依无靠，做一个最低阶层的生活的一个连农夫都谈不上啊，他们只是一个像一个在农场里面做出工的一个，有点类似像奴才的那样的工作。所以呢，他们就只能在大家都收获了麦子以后，遗留下来的在土地上、麦田上的那些穗粒，才是可以给他们轮到他们去捡了。他们捡起来之后呢，才有东西吃，才有食物果腹。所以他们的生活可见是非常的艰难。在这么样的艰难的情况之下，就触发了这个拿俄米想突破这个整个非常昏暗的生活的欲望和勇气。所以这个整个的路德记的故事就因此而展开。这个展开就是随着拿俄米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引导路德。首先他看到路德都因为母女感情这个等于是母女感情就等于是婆婆跟媳妇的感情非常的好。重点在路德，他选了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以路德来讲，我哪个地方都不去，我只要跟着你婆婆回家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绝对的顺服的情况之下，他当然也就顺服着拿俄米婆婆的指示，让他去接近早就喜欢他的波阿斯那么经过波阿斯的整个的斡旋那么波阿斯呢就知道这个还有一个近亲比他更近拿俄米家的一个近亲可以娶路德。那么这样子，这个人却是因为不愿意付当时应该付上的一个亲属的一个代价，那就是他的财产
如果他娶了路德，路德跟他生的第一个孩子，那么这个财产必须归给这个第一个孩子，而且名字是归给这个路德原来的先生的名下哈。那意思就是说，将来在族谱上，这个先生的名下不会是没有后代没有产业这样。那么这样附上的这个义务这个近亲当然不愿意所以就当众脱鞋把鞋子脱下，这也是一个东方习俗的一个近东习俗的一个动作，意思是说他不要娶路德，他不愿意付上这样的义务和代价。所以波阿斯既然处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他知道这个近亲在，所以于情于理于法与当时的民法来讲，所以波阿斯当然就名正言顺的娶了他心爱的路德。当然就皆大欢喜了他就跟路德有了很好的后代。那么他有生了一个儿子叫厄贝德，然后厄贝德又生耶西，那么耶西呢就生了大卫那么换句话说，这整个的族系就是产生了大卫的族系的当中的一个，可以算是非常的悲剧，非常的人性，也非常的甜蜜，当然也非常的直面所谓的直面就是不是超过我们现在一般的我们华人的那种对婚姻的过程的那样的一个礼数所以不要忘记，它整个的背景就是一个士师的时代，就是人任意妄为，人要想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在拿俄米他认为他这样子的叫路德去色诱波阿斯的这一段那么大家都记得也知道，那么可能也放在心中，也不敢问但是事实上在当时这个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不能够以今视古用现在的眼光，用现在的文化，用现在的礼教，甚至是用现在的我们基督教的在真理里面的看法去评断那个时候拿俄米跟路德甚至是波阿斯做的是一个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做这样极端式的评论，我们只能够说无情荒地有情天这个地充满了悲剧那人在悲剧里面做了很多我们看起来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上帝有情的眼光下，他会容许让这一些事情的发生。那这些事情发生，就是在历史里面既然写成了书卷，它并不是叫我们去评论路德、拿俄米或者是波阿斯到底有什么样的对，有什么样的不对，特别拿俄米。那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点出上帝的是一个多么有情的一位上帝，就好像波阿斯被预表出来这样上帝的救赎就是因为上帝的救赎，使我们这一群在生活上活得像蚂蚁一样，活得像可以说连自己可能都无法面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我们看到了包容，我们看到了饶恕，我们看到了救赎所以在悲剧里面，我们不是拿着剑去射对方，或者是拿着剑去以今视古，或是以古于今最重要的我们就是看到更大的方向，就是他们活下来了，而且他们活得有希望，他们活得很有信心，他们活得很有行动，就算是那行动的本身不是你我所能够赞成的，但是它毕竟是发生了，而且呢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不能以结果来看，他就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绝对的正确，而是说在不完全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一群想要活下去的人，我们看到了仁慈，我们看到了救赎，我们看到人性的贪婪，但是在希望
跟喜悦当中，他们获得了满足啊，他们获得了满足。所以你要从大方向来看，一个人想要好好的生活，一个人想要有后代，一个人想要有最起码的尊严生活，这个愿望是可能大于他所做的手段啊。那么这个手段对还是不对，就交由上天来评断，而不是你与我身为一个人。只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路德，我们更不是拿俄米啊。那如果我们站在他们的立场，站在他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来看的话，或许我们也做出来的事情跟他们是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看上帝的话语，不只是用我们自己的传统的眼光来看，更是要看那整个上帝的手怎么样的怜悯这一群可怜的子民啊。所以这个就是路德记给我们看到的波阿斯的美，我们也可以看到路德跟拿俄米的悲，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路德跟波阿斯之间的爱，我们也可以看到拿俄米、波阿斯跟路德的喜悦。那我们现在来看到路德记之后，我们还要看到的是米基路的另外一卷书，就是雅歌啊。这雅歌呢，基本上来说，传统上认为是所罗门哈。我们来看啊，是所罗门。那么好，很好哈。那么通常这个是被掳时期的，也有人认为是一个无名的诗人啊。那么他的文学的特色呢，我个人是比较赞成这样的看法啊，就是基本上哈，他是论到女人对男人、男人对女人的忠贞，以及二人成为一体的喜悦哈。那么在古希伯来人的思想呢，就认为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啊，跟神的这个关系是没有直接的啊，主要的就是讲到爱情。讲到爱情，那说到这一方面，我相信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也已经有讲过了哈。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不会再到这里再讲。那么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跳脱出我们一般教会传统上对雅歌的讲解，就认为那个直接的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就是上帝对与人之间的爱，就放在雅歌里面。那么因为整本圣经好像只有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啊，其实不是的啊。圣经不是只有人跟神的垂直面啊，圣经里面更是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横向面啊。那最高的当然是上帝啊，所以上帝不只是看重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他也看重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跟人之间的所有的七情六欲啊，所有的道德，所有的关系里面应该做怎么样的表达，那么在圣经里面都有明确的教导，这也是圣卷著作里面很丰富的表达出来啊。比如说在箴言啊，比如说在诗篇啊，甚至有讲到在雅歌这一个阶段，甚至在路德记都有强调那一种非常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离合啊，爱情与哀愁啊。那所以呢，雅歌是上帝给世人的一卷有关爱情的真理的一卷书啊。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了解了雅歌之后，能够好好的爱你身旁的妻子、身旁的丈夫，甚至你现在正在交往、预备结婚的对象。那么这样的一个，甚至你在追求男生女生的时候，你也要懂得什么是爱啊。所以这是一卷非常有关爱情的真理的教导书。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到传道书哈，我们很快的就看到传道书，因为我记得上一次雅歌这一方面我们也有谈到哈。然后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呢，那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多思想的要点啊。
那么非常多，老师就把它列下来，总共有22点啊。那么我比较要专注的哈，就是在所谓的21点啊，我就很快的看到21点，看到吗？好，21点。我们虽然传道书是告诉我们生活中各个方方面面，包括宗教，包括生命，包括传统，包括女人，包括顺服君王，包括面对不公义的事情，包括智慧跟愚昧，甚至更早的就是第1章跟第2章讲到的凡事都是虚空的啊，智慧跟享乐都是虚空的。那么这个呢，好像是就是帮助我们在你没有面对老年的生活的时候的一个人，不管你是少年、青年、壮年，在你追求生活的满足和成就的同时，你要懂得传道书，就是整个人生其实是过眼云烟啊！你要懂得如何透悟、透彻这个人生。这个人生所有的成就，或者是成功，或者是你的希望，或者是你的理想，或者是一般人应该会走的过程，比如说受教育、娶亲、生子、组成家庭，然后呢，从小职员到组长，甚至做到总经理，或者是说赚了第1桶金，如何成为亿万富翁，你有可以这一些人生的追求的目标。不过传道书就是告诉你，趁着有精神、有力量、尚年轻的时候，你要透彻的去看到，其实这一切都是空的，都会是过去的。所以你心里要有预备，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和生命力放在这个你完全会过去，你抓也抓不到的这一些的努力和成果。所以他到了21章的21点，他特别到了11章到11章7节到12章的8节，他就是对青年人有做最后的劝勉，还有后面呢是一大段的老年的这一些的预言啊，就其实他是非常生动的讲到老年人的生活的整个的生活的状态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松动了，都老了，都退化了。那么人生最后就是如此。但是肉体的生命虽然是逐渐的老去，然而不是老了就算了，或是死了就一了百了，而是当我们就算是到了老的时候，最的一个时候，你仍然要有你尽你的本分，那就是敬畏神啊，就是希望你从年轻一直到年老，一个你最应该追寻的，你最应该努力的，可能我们努力食衣住行各方面教育等等成就，但是有一项你是绝对不可以放弃，而且是最有价值跟随你到老的，那个就是敬畏神。所以整本的传道书就是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意义是什么哈？第一就是神的统治和护理，虽然人生一切都是虚空啊，不过上帝仍然爱这个世人，他让我们世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仍然要有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哈。那么他会看顾我们，他也会帮助我们啊，如何的过一个快乐和很久的一个充实的一个人生啊，充实的人生。而这个快乐充实的人生呢，其实要怎么过呢？那就是你要好，我再往前，就是面对生命的真相，然后呢，凡事不要太过于偏激啊，无论是喜怒哀乐啊，都不要太偏激，行中庸之道，就是凡事知足，够用就好。然后呢，乐也不要太乐，
免得乐极生悲啊。那么悲呢，也不要太过于的这一个悲戚啊，要有敬畏神，要有所节制啊。那么所以传道书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生的真相是如此的脆弱和短暂。那么就正如他最后的一卷，他12章里面他说最后一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都要审问，都必审问。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警惕，除了敬畏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敬畏神的生活，不管从年轻到年老，上帝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带着敬畏神的心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他就在13节说，这些事你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上帝不会审问你赚多少钱，上帝也不会审问你取得多高的学历，上帝也不会问你给这个社会做多少的造桥铺路的事情，或者是多少慈善的事。上帝所要问的就是你整个的生活的状态，由里到外是不是带着敬畏神的心。所以善到底有真有多假，恶到底有多小有多大，在恶的当中，我们有没有求上帝的赦免，然后悔改？这个就是敬畏神。如果是善，你要看到你为什么行善，是要别人拍手吗？是要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大善人吗？还是行善不为人知，只要对方快乐，得到满足，得到喂养，那就好。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在上帝的天平里面，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与人之间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的敬畏神过我们的生活，就看我们敬畏神的心到底有多完全。这就是传道书给我们看到的。好，那么我们就再进入到耶利米哀歌。这个耶利米哀歌呢，在特别最近我们台湾的情况有多少人死亡好像有100多个人死亡吧？有没有到200个？牧师好像没有，反正就是100多个死亡。好像我们已经将近有1万个人染了这个 COVID-19 这个新冠的那个病毒所以呢，我们台湾本来以前蛮好的过去年都蛮好的，但是最近忽然这1-2个月下来就变得是非常的糟糕那么今天我们看了新闻，台北又是淹大水所以真的是雪上加霜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呢，也要纪念我们在台北的我们的同胞们为他们祷告。当然也要为全台湾所有的，包括离岛的澎湖、金马马祖这些离岛的人民来祷告，求主在为这个在上掌权者给他们有智慧和坚定的心来爱护子民。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相比较之下，我们台湾当然还算是非常的幸福不像在当时的耶利米的写哀歌的这一个状态。因为你看第一点讲义，此书记录了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与圣殿被毁就是主前586之后他所做的这个哀歌。那么它整个的历史背景，希望同学们可以回去再 review 一下，再去复习一下列王记下25章，耶利米52章那么这个哀歌呢，这有5首是诗歌，是5首那么这个5首诗呢，就捕捉了当时的感伤捕捉了当时最
感伤的，就是悲痛的，他的面对这个家破人亡啊，整个的国家的破败啊，整个圣城的整个的被毁，圣殿那个宗教的中心的被毁啊，那么他所发出来的哀嚎，可以用这么说哈，那个悲泣哀嚎到了极致啊。那么希伯来文的名称呢，就关于这个耶利米哀歌，它的第一个独有的字眼啊，就是这个样子的意思啊，它的发音啊，就是说好像哭到他咳嗽了，哭到叹气了啊，最悲泣的叹气啊，那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哀哉啊。这个哀哉在希伯来圣经的里面是第1、第2及第4章开首的第一个字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旧约圣经通常会以第一个字啊，每一本书的第一个字为它的卷首的名称啊。在希伯来文的书的圣经里面，他们是这样子的来注明的哈。所以它的其实耶利米哀歌在希伯来文的名称就是哀哉啊。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华文的话就是哀哉啊。那么这个如果在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翻译里面，它就是一声很深的这种叹息哈，这种叹息。然后字母诗啊，我们就知道它有那个诗歌的风格哈。好，诗歌的风格，那么它是一个字母诗，它头4章啊，第1章、第2章到第4章是字母诗，然后呢，他觉得这个我们就叫做挽歌啊，在整个的诗歌希伯来人诗歌的里面有一个类别叫做怨诗，哀怨的怨诗啊。那么跟这个哀怨的怨诗类似的就是挽歌啊。这个挽歌是唱的啊，我们所谓的这个哀歌真的是唱的，是唱出来的才叫歌啊。它跟原来的只是诗，诗可以用来看，会用来吟，我们叫做吟诗作对啊。但是如果说是诗歌的话，那就是这个诗是一定用他们希伯来文来唱出来的，所以有它的押韵啊。那所以这个耶利米哀歌，他唱这个挽歌的时候呢，特别是指着深爱的人的葬礼及任何悲剧性的场合哈。那么他的对象呢，就是这个参与葬礼的一个人啊，他所要唱的，他看到的这种悲惨的，或者是看到这个悲戚的状态，他有一个同理心，他一样的哀悼，或者是唱了那个哀歌起来啊。那么这一个个人啊，比如说他也有这个个人的怨诗啊，就是我刚刚说的哀怨的怨诗啊。这个怨诗呢，就是受苦的人他直接的求告，特别就是耶利米哀歌的第3章。这个耶利米哀歌第3章也是有很多的旧约的解释圣经的旧约学者很喜欢解经的这一章，特别是耶利米哀歌的第3章啊。那么这个耶利米哀歌的第3章呢，那么它特别的就描写了苦难，还有求助，甚至呢，他有讲到那一个信任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背诵这个耶利米哀歌的那一段哈。好，我们看一下，如果有圣经的，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哈的第3章哈。你翻一下哈，耶利米哀歌的第3章。为什么我今天要带领大家来翻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的第3章呢？因为整个的哀歌的架构里面哈，耶利米哀歌的第3章是一个最高潮的表达
我们说过耶利米哀歌有5首的哀歌哈，他们叫做离合诗啊，也叫做这个交叉的诗歌。那既然是它有它的整个的诗歌意境的铺陈，所以呢，第1章、第2章，然后第3章呢就是高潮了。然后第4章是回应第2章，然后第5章又回应到第1章那一种哀怨啊，那一种挽歌，看到国破家亡的那一种哀戚。所以第3章是整个哀歌里面的高潮，而它高潮里面的顶点啊，就是最高的 peak， 就是顶峰是在哪里呢？那就是第3章啊。那么我们来看第3章，他讲说，你看22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啊。那么是这几句话是那个顶峰啊，就好像我们到玉山那个顶峰，那个顶峰呢就是最高点啊。在哀歌的里面的一个最高点，就是他表达对上帝的信任，他相信神不会不看顾、不听取他的哀求啊，所以他相信上帝的慈爱，他相信每天早上他还可以看见太阳啊。那么当然第3章55到63到后面，他也相信，虽然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灭，他也相信上帝会惩罚那个毁灭耶路撒冷的人啊。然后到了第5章啊，就是他群体的一个哀怨的一首诗歌了哈。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整个的哀歌的贡献哈。第一就是先知透悟立约的神如何审判和施恩。我们常常在认为上帝会在恩典中是基于他的立约，但是也不要忘记上帝也是立约来审判我们的，否则我们的神的公义就不完全啊。所以因此先知的透悟就说，神一定会施行审判，神也一样的会施行施恩典。第二呢，就是祭司在礼仪中表达的痛悔和盼望。这个对我们来讲，基督徒们要了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这个时代的祭司，我们是神所呼召出来侍奉这个时代君尊的祭司。基督徒有这一份的义务和责任，为这个时代的苦难表达我们的痛悔，也向神求告。就以我们台湾的情况来讲，我们要为台湾痛悔，求主赦免台湾从上到下的罪恶。我们也要求主赦免台湾，求主给我们台湾有足够的疫苗，求主保守我们的台湾的子民，无论各个岗位各个方面，不管是达官贵人或是贩夫走卒，不管是多么偏乡的子民，他们都能够得到一个安全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用祷告来在神面前唱这个哀歌的时候，所谓站在一个祭司的立场，求主来赐予福分给这一群被罪恶伤害的子民啊。那么呢，当然他也有探索到智慧人探索苦难的奥秘啊。特别他在第3章他也讲到说，人在幼年负恶啊，这原来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
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以在受苦人当中，我们要有智慧。如果一个受苦的人没有智慧去透悟到这个苦难的本身，而摒弃了所有神给他一点点的恩典，他在生活中被苦难塞满，他的眼睛没有办法看到任何一个值得他感恩的事，哪怕是一杯水、一个好的空气，或者是一个人的慰问，或者是有一朵花让你看见。在苦难当中，或者你忽然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等等，你都不会感觉那是上帝给你每一天的露水，你反而都认为全部都是苦难的话，小心这样苦难当中的人，他不能够领受到任何一丁点的慰问，这种人一定会苦毒。苦难中摒弃任何的恩典，他就会苦毒，他一天到晚就会诉算他多么的被上帝撇弃，多么的受到人的欺负，满个眼睛都是别人，都是神给他的所有的逼迫、压迫或者是患难。那么这样的人要很小心，偶尔我们会过这样的时刻，但千万不要太久。在耶利米哀歌并不是要我们一直哭的，而是在哭泣中要有节制，在苦难中有节制。什么样的节制？就是他的信心来了，他看到那个最高的顶点乃是上帝永不消失的公义和拯救和陪伴，所以他看到了那个顶点，他燃烧了希望。所以这样的人，他唱这个挽歌是在信心里面唱出的哀歌，所以也是帮助我们基督徒们怎么样面对苦难，也巴不得让我们的同学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台湾身旁有很多比我们更苦的，或者是跟我们一样深陷苦难，或者是居在家中2个礼拜、3个礼拜、1个月都没有办法出去的，你闷得发慌的人。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去发挥我们的劝勉、我们的安慰和我们的支持啊？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从耶利米哀歌看到更多的苦难中的神学和生活的体验。好，我们今天就先暂时的在这里，我们休息5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
好，我们回来上这个以斯帖书啊，我们现在讲义来到了以斯帖书。好，我们看到以斯帖书有一个特色，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得的，这个一定会考的，就是整本希伯来文的经文里面，没有提到神的话，或者是提到上帝的名字啊，这整本的以斯帖记是没有的，这是它的特色。那么难道就没有上帝的存在吗？当然不是。所以整本的以斯帖记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的对我们生活的认识啊，就是没有教堂，没有聚会，没有十字架，没有任何标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上帝仍然行他的大事，行他的美意啊。所以要看神的行为，看神在这个时代里面所做的一切的作为啊。所以这个就是以斯帖记，上帝透过人的勇敢，透过人的智慧，去如何的面对那一个灭族的杀戮的行为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以斯帖记整个的时代的背景啊，那就是被掳归回的时期，那么多数留在波斯城几百万的以色列的民族啊，差一点要被灭顶的一个整个破坏哈。那么我们就看到，对以斯帖记，我们不必把那个故事再一次的详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末底改跟以斯帖的这一个互动啊，是这个末底改他悉心这一个栽培啊，或者是教导的这个以斯帖，就最后告诉他一句话：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了现今吗？啊，所以呢，上帝要使你用这一个王后的位分来拯救你的民族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士师记时代的路德记，一个家庭啊，出现了拿俄米怎么样的教导引导路德，使他整个的家族从低潮到有希望，从哀愁从苦到甜的整个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记，通常我们有的人就会把这两卷书做一个比较啊。以斯帖的背后也有一个末底改啊。那么末底改呢，就是这么样的，他真正在后面做这样的操演，或者是做这样的指引的，是末底改，而不是以斯帖记。但是以斯帖是去面对这个国王，是拿了他王后的位分啊，去冒死求见这一个国王啊，所以是以至于使他的民族有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有一个转弯点，就是从面对灭顶的灭族的危险，一直到他们成为一个拿刀的子民，成为一个另外一群子民去杀异己的一群子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整个的一个意义在哪里？第一，眷顾啊，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眷顾，上帝眷顾啊，上帝眷顾以色列的子民。那么第二呢，我们可以面对的看到的是一个反闪族的思想。这一个反闪族的思想啊，大家要蛮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心态和看法啊，因为在这个埃及以东，甚至新约啊，都有一种反基督、反犹太人的这样的反闪族的一个观念啊。那么后来当然也有着看到仇视犹太人的与被逼迫的基督徒的
两个的对抗啊。换句话说，基督徒有仇视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是犹太人杀死了耶稣，逼迫了耶稣，逼死了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犹太人。所以基督徒呢，也一样的会仇视犹太人。而这样整个的背景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总括比较概括性的来讲，甚至在早一点的那个十字军东征啊，这个都会是一个有一个所谓的宗教之间的仇视的行为啊。那么所以呢，这一些仇视宗教的族群，进而延伸那个种族的仇视哈。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以前古早到现在，从教会历史到整个各国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有这样的记录，还不断的发生中。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从美国传来的新闻，我们就看到犹太人最近也是被仇视啊，也是会被仇视，因为中东的战争，就是由以色列的那一个在加萨走廊的那样的一个战争啊，所以呢就引起了这个阿拉伯的族裔呢，在这个美国的街道上就开始仇视犹太人，就殴打这个犹太人。那我们看到美国从早期再早一点是他们仇视黑人，接下来是仇视亚洲人，因为他们认为这个 COVID-19 的细菌是从这个亚洲来的哈，甚至说是从中国来的。那么从中国来的，他们分不清黄皮肤的到底是哪一个是中国人，所以只要是黄皮肤的，他们一概仇视啊，所以以至于在美国的亚洲人口就全部的群起反抗啊，走上街头啊，希望这个拜登能够立法，能够阻绝这个仇亚的这样的行为。那么，所以我们不要看太早，我们就看最近的这个美国的新闻，我们就可以看到种族之间彼此的仇视，从宗教之间的对立到种族的对立。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以斯帖记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意义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仇视并不会只有停止在以斯帖记，而是这个以斯帖记的存在就是告诉我们，这种的杀戮会不断的发生在人性，在人类的历史中啊。那所以呢，因为被逼迫，所以就有血腥的自卫啊。那么血腥的自卫呢 ，visas 就是耶和华为人伸冤的权利啊。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可以反抗到去杀人吗？因为以斯帖记到最后是这样的，就是犹太人呢，末底改就群起成为一个领袖，所以怎么样，就成为杀掉当时的波斯族的军队和不就是那些的首领啊和民族也是这样的哈，就是反闪的族群呢，最后被灭顶，被以色列人灭顶啊。所以这一种血腥的自卫啊，我们通常说以斯帖记比较单向的来讲，是因为犹太人遭受灭顶的危险。但是它的结果是什么？是犹太人群起去灭人家的顶，所以到底谁在灭谁的种族？那当然你要说你杀了我，我不反抗吗？这个就是战争里面的一个哲学啊。我有一个舅舅啊，他第一次杀日本人的时候，他是发抖的，他回去做噩梦的。后来不断的在上那个战场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说，如果我不杀他，他就会杀我，所以他就反抗，他就把对方一个杀一个，杀二个，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最后他说他杀到没有感觉了，没有害怕了，没有愧疚了，没有惊慌了，反而有一阵阵的喜悦，而那个喜悦会使他们回到
回到房间的时候，每一个国民军就是士兵都在算，你杀了几个日本人，我杀了几个日本人，然后大家最后说谁是今天的冠军，杀掉最多日本人的那一个人，就会在当下在那个战壕里面得到很多的奖赏或者是赞许。悲哀是的，但是很无奈很无奈一个人本来他杀了第一个人，我的舅舅告诉我，他杀第一个人的时候，他做噩梦，他觉得他怎么可以去杀一个人虽然是一个敌人，但他第一次杀人，到最后他成为杀人不眨眼的了。虽然理由当下正确，为了自卫，为了保护自己，更大一点的理想是保护我的国家，保护我的子民，但是毕竟是杀人的行为。那么所以十诫的第6诫说不可杀人，这一个事情是引起了多少人性战争刑罚，像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要废除死刑他就是引这个第6诫说不可杀人。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当这个杀人的人在杀人的时候，那个被杀的人谁去保护他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公正公平，最后我们讲公义所以几乎是两造之间不断的辩论，就成为一个似乎没有答案的一个争辩当中。但是要有答案吗？它好像是一个漩涡，不断的在那边旋。当耶稣基督没有再来的时候，人性之间不断的彼此相残，就会永远的下去。因此我们就要来到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盼望，就是耶和华为人伸冤的权利就是说最后就算是你杀我，我杀你或者是报仇报复也好，不管你用的理由会是什么的正当，我们都要去面对上帝最后上帝的为哪些人的伸冤，或者是上帝的评断，那才是最高的权利那才是上帝最高的权利。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了，比如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面对一个相信三民主义的舅舅，他不信主因为他见过在战场上见过人性的丑陋，见过整个的民族被日本人杀戮在整个的街道上，满街都是血流的是自己华族的子民的血他保护不了自己的国家，因为他是个军人但是在中日战争的时候他节节败退最后当然是反抗。不过在整个的虽然是中日战争，后来他们胜利了当他垂垂老矣的时候他几乎无法来面对他那一段悲惨的岁月就是那个整个的战争说虽然他杀了无数的日本人，但是他不会把他自己当作是一个英雄一个英雄，因为毕竟他杀了无数的人过不只是日本人，他杀了无数的人。他老了，他在捐村，他在很日暮西山的时候，他要所面对的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他的良知。他的良知，他身为人的那一份的良知我不知道他结论如何有结果如何，可能只有他面对上帝的时候才有结论。不过我只是要这样子想就是我们该怎么样的面对这个逼迫或者是这样没有理由的欺负当然我是认为是应该要反抗的，还是要反抗，对欺负的人说不还是要有的，也要求主给我们这个勇敢、勇气和智慧，去表达我们的意见，
愤怒，甚至我们的建议啊。然而，我们要有一个节制，这个节制就是神仍然在掌王权啊，所以我们不要行义过分啊，我们不要执法过当啊，所以要有一个节制，就是行公义之后还要好怜悯啊。这个好怜悯就是可以饶恕的地方就饶恕吧，可以行善的时候多行善吧，千万不要在以恶报恶的漩涡当中，那永远没有办法了结啊，那个是没有办法纠结的，那个是没有止境的斗争下去啊，没有止境的斗争。就譬如最近我们看到日本人日本给我们台湾有许多的这个，今天我们得到了120万个 AZ 的疫苗，那么在我们台湾也有许多的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百姓受到日本这种过往的一些的行为包括2次世界大战他怎么样的羞辱欺负台湾人殖民台湾50年，那慰安妇等等很多败坏道德的行为。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当这个日本在海啸的时候的那一年，我们台湾给日本人的是全世界最多的善款是第1名所以这个是很以德报怨的一个美丽的行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后续的有一些对我们国家并不很友善的行为，我们2个国家并没有邦交但是比如说要卖给我们核食等等啦比如说那个岛屿的问题啦他说是他的，我们说是我们的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就会更激化了我们台湾内部有一些，包括基督徒有很多人认为就是很讨厌日本人就一直不会把日本人当作是一个值得饶恕的子民那么如果以我妈妈来讲，我妈95岁，她经历过中日战争她是吃着沙西米骂日本人的日本美食好吃她喜欢日本食物但是呢当日本坏的时候，我妈妈就恨痒痒的说杀光光因为她看到的是日本人，她的记忆里面是所有日本人的恶行恶状因为她经历过嘛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正好日本8年抗战，就是日本人使我妈妈逃离家乡，使我妈妈的学习是中断的，使我妈妈的学校要搬迁叫做流亡学校那我是谁使我妈妈长疥疮是谁使我妈妈不得不高中读完没有办法读到大学都是因为日本人打进来了，家道中落，没钱了，那我妈妈是个女生就必须回家那是谁使我的公公，就是我妈妈的爸爸这个生意就一下子家道中落，日本人占领了我公公的所有的工厂还要逼迫我的公公为他们生产火柴医疗等等所以这一些不公义不公平很惨烈的对待，我妈妈当然很恨恶日本人。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是基督徒第2代的就认为你这个第1代基督徒不够以德报怨，不够饶恕仇敌。我认为我们不可以这么样的勉强一个被饱受欺凌的人，叫他能够从记忆中消失那一种种种的恶行对那个仇敌的种种恶行但是我妈妈告诉我说，当这个日本人战败回国的时候蒋中正蒋总统当时他是领袖，真的是告知各县各城乡都是，所以我妈妈都听到说要以德报怨，就是不能杀日本人所以国民军就是当时的国民党的那些的军队还保护日本人不准老百姓杀这个报复
报仇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有人当兵，他有家属的哈，他有家属在中国的哈。然而很多的当地的中国子民，我妈妈看到，我妈妈后来跟我们说，那个福州的子民啊，他们在深夜里面摸黑出来拿刀去杀别人，就是杀那些日本的家属啊，或者杀那些日本兵，以宣泄那一份的仇恨啊，宣泄仇恨。所以隔天早上也是满地都是血，但不是华族人的血，是日本人的血啊，这样。但是我妈妈也恨啊，但是她是女流之辈，她连刀都拿不起来哈。那所以我妈妈就有一种，虽然她的恨是在心里，但是她不会有那一些报复的行为啊，有那些报复的行为。那所以因此我就常常的有一种看法，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太勉强一个遭受很巨大的伤害的人，要他立时或是多久，或者是在教义的里头叫他去硬的叫他去饶恕那个伤害他的人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这样的要求反而是不公平的，也不公义的哈。因为有的时候那种记忆伤害是使他家破人亡，使他整个人格扭曲，使他可能晚上都在做噩梦，直到如今啊。那他现在能够活下去，做那个时候的见证人，都是神的恩典。我再讲一次，那个对悲哀的历史的记忆，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能够口述出来，那就是上帝的恩典，让世人知道，让他的孩子知道，这个世界在某一个时段，他最近亲的人经历了那样的苦难啊，然后唤起我们下一代的人一些对战争的意识的形态的看法，对生命的尊重的一些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去太谴责那些无法饶恕伤害的人，要求他，因为这样的解放，那样的释放，若没有神的怜悯、圣灵的同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不是我们劝来的。若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求神给他力量去宽恕那一种伤害，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他自己，能够做得到那一种饶恕人的自由和释放。所以但是我们可以劝的是什么呢？劝的就是让他不要有报复的行为，就是说当他很恨的时候，他要冲出去打那个伤害的人的时候，我们在他身旁，我们是不是可以抱住他，让他不要拿着刀去报仇，让他不要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啊，就是那种节制啊，那种抱住他，告诉他说上帝了解，上帝知道，神必为你伸冤，你要好好的活着，活下去，求神给你在苦难中的力量带着十字架的哀伤，那种鞭伤，那一种的破碎，然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活下去，然后看上帝怎么样的面对审判那一个伤害你的人，那一个伤害你国家的民族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如果那个民族或是那个人有一天送给你一份礼物，像日本人最近他就给我们一些礼物啊，不管他要不要或者是他太过剩了这些疫苗，但是我们台湾需要啊，是不是？我们台湾现在很需要疫苗啊，我们的前线，我们人，我们很需要疫苗啊，不管什么样的疫苗，甚至是只有第二期的国产疫苗，我们也很需要疫苗。那么在有需要的疫苗里面，就不能够太有这种报复的心态，或者是数算的心态，说因为是出自于你，我就不要啊。那所以呢，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因为要为自己的子民要有这个疫苗，我们是不是可以跟日本人说谢谢，谢谢你们把这个疫苗给了我们
120万哈，然后后来美国最近可能也会给我们很多的疫苗，不管你喜不喜欢美国这个国家啊。有的人说美国不应该叫美国，应该叫丑国，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就是说，在整个的民族各的伤害或者是个政治的事件，不管你是怎么看啊，总归一句，要用善良这2个字，或是这1个字来面对你的敌人。善良啊，要善良啊，不要以恶报恶啊，要以德报怨啊。总归一句话，要学习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啊。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对立，那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用善良、用热情、用爱去面对那个你不喜欢的人啊，你讨厌的人，不管那个人那个讨厌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总归一句，以斯帖记不要太简单的看，哇，犹太人报仇了，上帝站在犹太人那边，我们是相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犹太人，所以很好啊，上帝站在犹太人对就好，就是表示是公义。我要告诉你哦，犹太人不是完全公义的哦，他不是真的很善良的子民啊。你看整本的圣经，你只要看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多难搞。摩西带领的那一族群人真的是乌合之众啊，真的是一个没什么大脑的一群子民哈，做奴才的一群子民啊。不是说他的奴才的地位，而是他们的那种被奴役的思想，只有金钱，只有米饭，没有道德，没有道义，没有原则的一群人啊。所以是一种墙头草的人，是非常难带领的。所以我不要讲认为是犹太人都是好，不要哈，大家千万也不要认为现在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哈。虽然上帝叫他们复国啊，好像是上帝说，不要那个简单的认为哈，上帝可以容许恶人做一些所谓正确的事，好像上帝使用巴比伦去惩罚犹太人一样，然后上帝又灭了巴比伦啊。所以上帝永远是那个公义、公正、公平的最高的一个道德的原始点啊。就算是我们不能用人有限的理性去理解，但是总是我们要有一个盼望，就是耶和华为人伸冤的权利啊。而这个伸冤的权利，会在那个伸冤的权利的当下，在以斯帖记的时候，是犹太人反扑了啊，反扑了。但是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的过程当中，犹太人后面是谁代替了波斯继续的奴役犹太人？希腊，接的是罗马，他们仍然在流亡的国破家亡的历史的过程当中，一直到1948年啊。所以我们今天一直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是为人伸冤的权利，但是他在每一个时代所做的事情会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不要太简单的来看上帝的行为，看上帝的作为哈。好，现在呢，我们看完了这个以斯帖记，我们就看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阶段哦，那就是5卷的米基录、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啊。好，请大家来看后面，还有传道书，以至于以斯帖书啊。那么这个5卷米基录呢，很有名的就是雅歌书是在什么时候唱呢？什么时候练呢？那就是逾越节。你不是说老师你的雅歌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情，对，但是他们用这一卷书只是来强调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的忠贞的爱情啊，就是说一个完全无缚鸡之力的奴才犹太人在埃及，上帝的
手透过摩西，如何去挽救这一个好像犹太人像个女人一样，好像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个男人，从这一个被埃及奴役去、恶棍奴役去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以色列犹太子民，把她从恶人当中抢回来，带着他们越过红海到旷野，然后所以整个好像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爱，很热情的、很主动、蛮有智慧、蛮有能力的一个男人，去把这个女人呢，就是犹太人给带回来哈。所以就是有一种英雄救美的一种爱情的一种的表达哈。所以在这个逾越节里面呢，就使他这个整个的以色列人从出死入生啊，所以有一条重生的一个日子啊。所以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反而强调的是一个这个雅歌，唱雅歌。当然这个是预表而已啊，那这个是预表，用人类与人类之间的爱情的真理，去预表上帝对犹太人的爱情啊，这个只是一种的表达，预表啊。好，然后路德记呢？路德记是在什么时候唱呢？什么时候用呢？就是五旬节哈。那因为五旬节是收割的时候，那路德记是在一个田野收割的一个大的一个场景之下，他遇到了波阿斯那等等哈，所有的爱情也是在田野之中发生的啊。那所以呢，五旬节就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啊，丰收爱情的季节。所以呢，他们在五旬节呢，他们就会念路德记，来表达上帝的信实之爱，就是波阿斯对路德的信实的爱。那么耶利米哀歌就是在亚比月初9禁食日啊，也就是纪念2次圣殿被毁啊，2次的圣殿被毁，他们就在亚比月初9的禁食的这一天，他们会唱耶利米哀歌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传道书。那么传在什么时候练呢？那就是在住棚节啊。住棚节就是想当然就是在旷野啊，他们搭着帐篷啊，就是云柱火柱动的时候，他们就收起帐篷，就随着云柱火柱走。那停下来的时候呢，云柱火柱停下来呢，这个帐篷就大家都停下来了，就是与主同行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代表着信仰和理性健全的平衡啊，信仰跟理性啊健全的平衡，就是让我们看到信仰是跟随主走的，但是人的一生你要用理性去看它，不就是一场旷野漂流的过程吗？人就是一站过了一站，人生以平相来讲，以理性来讲，不就是生老病死、春夏秋冬、高山流水啊？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啊，然后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整个的旷野就是在饶恕、在埋怨、在悔改，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在审判的过程当中。所以在整个的旷野就讲尽了人生的遭遇，但是不要忘记旷野中有云柱和火柱，那就是信仰，我们对神的信仰。所以我们一方面知道人生就像旷野，总有一天要离开旷野，回到你最美好的家乡，那就是天堂，与神同在，就是以色列人民的迦南美地，就是约书亚记之后到了约书亚哦。好，那么这一个理性里面呢，就是我们要看透人生都会过去，那信仰呢，就是要敬畏神啊，来度过这旷野的人生的日子。所以呢，传道书就会在住棚节里面来朗诵出来，所以这是很美的一个很浪漫的一件事情。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一个耶利米哀歌、雅歌
他们怎么样的路德记，他们在节庆里面，不只是节庆的本身，还纪念了历史，然后从历史的当中，他们主角了人生的意义啊，然后表达的是整个民族的情感。然后我们再来看以斯帖记，他们就在普尔节啊，普尔节，那他们最重要的是要表达的就是神的眷顾。那么我的一些的拉比的朋友啊，就是我在新加坡或者是在美国的时候，那么我就认识了一些这个犹太人的拉比，犹太教的拉比啊，我就特别问他们普尔节到底是怎么过的啊？然后他们就说普尔节他们就是喝酒，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喝酒欢庆啊。然后喝酒欢庆呢，他们就是不醉不归啊。那为什么要达到醉的状态呢？那因为呢，在以斯帖记的时候，这一些上帝的子民并不知道以斯帖进入了王宫，冒死觐见皇帝，他们并不知道末底改在后面所做的所有的指引，所有的栽培，就是说上帝的作为是在隐藏的，但是他们却是在明显中说要被杀戮，然后一夕之间就变成拿刀去反抗的一群的子民。所以就好像是一个醉的人，他醉茫茫不知东西南北，不知道明天如何，那完全是上帝的带领。所以他们就用这个醉这个词，这种的感觉就是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我知神掌管着明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啊。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蛮好，让我深思的一种的。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仍然用喝醉，或者是每个地区的犹太人，或许大同小异啊。但是我是从这个拉比的口中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啊，他们就是会喝酒啊，然后喝醉了也没有关系啊。好，他们这个每一卷书都是要在犹太人的一个重要节庆里面诵读，那么这个习惯就当然一直的保存到今天呢。就按照节期的顺序啊，以色列人就诵读这5卷的米基录。所以各位同学注意了，这一定会考，这一定会考，是10分啊，这一题是10分啊。你要写出这5卷书，然后呢，要在哪个节庆里面使用，然后它的意义是什么？总归你就把这一段背起来就对了然后就写出来啊。这个对我相信不只是要了解这个常识，也要有一个这样的你个人的生活里面，你是不是也有你的米基录？是不是也有你自己的某一些的书卷特别记载了你人生的某一些的片段，而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我不一定是卷书，可能每一个经文，某一段的经文。我在这里我稍微跟大家做一个见证。昨天晚上我带领我妈妈读圣经我不要让她太早睡她太早睡，免得深夜她就浅眠，那我就糟糕了浅眠的人要时常出来上厕所，那我就睡得支离破碎，因为我很怕她跌倒，所以最近我就一直睡在她的旁边。所以我最近也睡得不好因为要常常的起来照顾我妈妈。那也就是因为这个4天下来，我觉得我这个受不了了我这个猫熊眼太严重了那我就想，上帝你给我智慧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扭转我妈妈的这一种睡眠的状态，以至于她能好好安睡，我这个照顾的人也要安睡，要不然照顾的人垮下来了，那我妈怎么办？现在又找不到外劳那所以呢，感谢上帝上帝就虽然我的医生告诉我说带你妈妈去看泌尿科，但是泌尿科现在是疫情我妈妈95岁了，我不要带我妈妈去医院。然而上帝让我就去看到一个视频，那个医生说浅眠的人会频尿那我就在想，我妈妈到底是泌尿科的问题，还是只是浅尿因为浅眠造成的频尿后来上帝让我看到说，我老妈早上
睡觉也是睡得很深，就是不见我妈妈起床频尿，可见她的泌尿系统不是问题，对不对啊？我这种逻辑思想还蛮不错的嘛啊！因为如果是器官问题，早上晚上应该都会有频尿现象，但是我妈妈早上不会，因为通常我妈妈早上因为那个药的副作用发作，使她嗜睡啊，一直深沉的睡，那就有可能她早上睡太多了，晚上呢就浅眠了，所以她就不断出来上厕所。所以我就在昨天，我想试一试，所以我想在他10点半，晚上10点半之前，要尽量的都是醒着的啊，不要这样子睡，都是在睡的状态啊。所以我叫他做运动，我叫他运动做得更多一点啊，我更多的跟他讲话，然后更多的叫他看电视，就是不要让他在床上睡觉啊。然后呢，我就多增加啊，因为通常我跟他念圣经是在早上啊，所以昨天晚上呢，我说妈，来，我念圣经诗篇23篇给你听啊，然后他就眼睛闭着，其实他是昏昏欲睡，他是多么想要躺在床上的啊，但是他被我弄到好像还不能睡啊。那我说好，我念诗篇23篇。当我念完了以后，他就点头说阿们，然后我说我唱给你听。我就唱诗篇23篇。当我唱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必不致缺乏，你不致缺乏，你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当我唱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我妈妈哭了，我妈妈憋嘴着哭了，那个憋嘴哭啊，好像是一个小孩很委屈的向父母哭诉的那种表情。我没有制止她，我继续唱，我就看到我妈的泪流下来，我看到我的妈把手握紧，然后我唱完了以后，我妈就点头说哈利路亚阿们。然后我又在唱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都是唱诗篇啊。然后呢，唱完了以后呢，他就说了，好了，你不要再唱了，因为下面还有很多人要听啊。因为我妈妈她有失智的现象，虽然她的言语是不合逻辑，但是我相信她的心触摸到上帝，上帝的爱降临在她的生命里面。就在那个时刻，那我说只有我们2个人，那我再继续唱第3首歌给你听好吗？他说好，那我就继续唱第3首歌给他听啊。就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唱到这里，我妈又哭了。我妈哭得很深的哭，很流眼泪的哭了。后来她告诉我说：“胖胖，我的小名啊。”她说：“我预备要走了。”我说：“你要走哪里去？”她说：“我要去耶稣那里了。”我说：“你预备好了？”她说：“我预备好了，我要走了。”但是很好玩的意思就是，我马上想到的是，她6月9号有一个支票要签呢，所以我就跟她讲：“妈，你记得6月9号吗？”她居然她其实是有点失智状态了。她说记得啊，当然在这一种
这种科学上啊，其实没有完全失智的人，他还有最深刻的记忆。像我妈，她对她的前儿记忆最深刻，所以她不会忘记那个岁月、那个日期、那个数目啊。她说记得啊，那我就说，那要不要等6月9号之后，你再到耶稣那里去，好不好？她居然说阿们，好，就等那一天了。所以我的心里面啊，就觉得哎呀，上帝啊，你对这个生命啊的带领是多么多么的有你的怜悯，有你的给我们的理性，也有给我们的多么大的慈爱和等待啊！他多么的爱我妈妈，因为当然我们知道生死有命嘛，对不对？生有时，死有时啊。但是我妈妈居然在神的面前说：“我预备好了，我要跟你走了，但是等到6月9号。”这是多么样的一个 humor， 就是一个很大的幽默和上帝的同在啊！上帝没有每个板起脸孔说：“现在我就要娶你走。”蔡慧秋，你看着1、2、3，你妈就没气了，没有啊。所以我妈妈就昨天晚上非常的安睡安眠啊。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诗篇23篇，诗篇的某一些诗歌，对我妈妈来讲是她生命的记忆和感动。这些的诗歌会引导她想从前，这些诗歌会使她想到人生的关系最长远的。正如她告诉我的，她说：“庞庞，这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会过去的，只有上帝是真的，是永远的。”他告诉我好多次啊，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什么样的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生命中的刻印呢？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在某一个节庆里面，你一定会唱，而且对你来讲有莫大的意义。所以不妨从你个人到你的家，甚至你的本身的这种故事和传记里面，你是一个有诗歌、有神话语的人吗？来做你的生命的过程的代表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啊，这一卷是非常奇妙的一本书。那么这个但以理书呢，大家要记得，它有2种语言啊。这2种语言呢，就是亚兰文。第2章4节到7章28节和希伯来文，就是其余的经文，这一定会考啊，这一定会考。但以理书中有2种的语言啊。那么呢，但以理里面充满着启示文学的预言，比如讲到人子啊，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在但以理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教导啊。那么但以理书主要的有2个部分啊，它一个有故事啊，就是讲到他的3个朋友，还有但以理，还有他跟外邦君王们的故事，表示他的解梦等等。当然他也有很多的意象啊，有非常多的意象，在但以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意象。那么在这个圣卷里面的但以理呢，它有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是很重要的，就是神性的人子与神的国度啊。这个神性的人子就会影响到后来新约的耶稣口中的人子的观念啊。所以当耶稣说人子的时候，如果按照这一个希腊文或者是希伯来文的字义，其实没什么特别，就是人的孩子嘛，人的儿子。但是赋予上信仰的意义的时候，他就有弥赛亚的观念，他就有那个属天降临的救主的观念，是神性的救主的观念，是从神而来的。而当耶稣拿撒勒出来的一个不起眼的人物，一个木匠的儿子，他居然说人子，当然会引起犹太人的反感，因为犹太人知道但以理书所谓的人子的观念，那个是弥赛亚的观念，那个是神性的观念。那意思就是说，耶稣你自以为是啊，你了不起啊，你怎么能够说你是从神来的儿子？你配吗？你根本不配。再加上
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所说的那一种反抗当时社会阶级，反抗当时的信仰道统，反抗当时的权贵啊，这一些的言论啊，当然会引起当时的宗教政治的人士的不满啊，不满，所以就会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罗马的政权的不安，因为耶稣太有名了，耶稣出来的时候，他到哪里都会带来了一些的骚动或者是影响。在宗教人士的这个挑战，就说你怎么可以说你是弥赛亚？我们国家在国破家亡当中，你是谁可以配得来救我们的以色列民族？而反而耶稣所说的国又不说，他常常讲的我的国不在这里，是在将来，这些人更不能够接受。所以因此也有很多人会认为，那犹大为什么会出卖耶稣？给他一个合理化的理由是犹大失望，耶稣不是那个真正能够拯救以色列民族的那个救星，因为耶稣所做的跟他完全的不一样。耶稣是放下所有的暴力，耶稣是以德报怨，耶稣不是要起这个12个门徒成为一个党派或者是一个团队，然后成为当时的义勇军等等。他们以为耶稣在世可能是马加比时代来临了，就是马加比时代，就是2月时代的以色列人民的英雄啊。好，那么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所讲的那个人子的观念多么的挑战当时的，都是基于什么？为什么耶稣会受到这样挑战？是因为但以理书说的这一个神性的人子，神的国度的降临啊，这样的会使当时充满患难的时代呢，会带来一些的希望啊，特别对以色列人民族来讲，那种虽然被掳归回啊，后来在那种被掳的时代，他们有这个著作会给他们带来一个盼望。那么对教会来讲，那当然也是特别是教会被逼迫的年代，所以启示录或者是但以理这一些比较典型，甚至以西结书这些比较多图像的、多预言的动作的那一种动作意象的，并不是叫我们去看什么是耶稣再来的日期，谁是敌基督，不是看这个意象的解读，而是得着安慰。耶稣必再来，神的国度必降临。而启示录最可贵的就是那7封的书信，就是得安慰。在患难当中，教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活出什么样的生命？而在被患难的年代、被逼迫的民族当中，是不是应该像但以理书第3章我念给你们听，这个才是精华所在。撒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4个字，也就是但以理书中所做的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经像。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的精髓，就是让我们在患难的年代对主忠诚对主忠诚，即或不然。我相信神会救我，就算他不救我，我的膝盖，我的一切也不会打折，我仍然要爱我的主，对他忠诚。这个就是但以理书。好，我们现在很快的就来看到那个以斯拉、尼希米我们不看了，因为上个礼拜牧师跟我们把那个最重要的信息和精神都带出来了。我们来看历代志上下那个历代志上下好，历代志上下这个作者有很多人说可能是以斯拉但是
很多作者我虽然没有写，主要的原因是争论太多了啊。那么不过呢，我们就是说很可能是以斯拉。那么它的内容是亚当到大卫的族谱，大卫的统治时期，还有所罗门的统治期，大卫统治到被掳的时代啊，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他的著书的缘由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以古训今啊。什么叫做以古训今啊？就是历代志，它成为为什么是犹太人书卷的最后一卷，而它是在著作的里头。因为历代志上下，它等于像列王记的 footnote， 好像附注一样，也好像是一个补篇，一个补述啊，补。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族谱啊，很多的族谱。那么他就想透过这个族谱，我们很讨厌看族谱，我知道真的是很烦哦，谁生谁谁生谁这样子。但是族谱里面对犹太人来讲是历史，是一个转承啊，是整个的历史的那一条命脉，是那一条的命脉。而且看到那一些人的产生，就使我们想到那一个人的故事，想到那一个人的故事，就可以得到教训，然后他下一个人又怎样那所以这个就是族谱那比如说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也有族谱嘛一个是玛利亚系统，一个是约瑟的系统，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女人的族谱出现。而且都不是我们认为是好的女人，除了路德以外那么大部分除了玛利亚以外大部分都是有争议性的女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争议性的女人，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救赎和怜悯。神不看我们的出身，神是看我们的顺服。所以我曾经讲过这一篇道就是说从族谱中看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我们的神是踩着人性的罪性而来的，就是罪恶的那个长廊走过来的所以他不是驾着圣洁的云彩降临我们的上帝是在真正的脚踏实地的道成肉身在人性最不堪各种的情况之下，他不看我们人有多脏、多丑、多恶，成为道成肉身的人子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不配来到你的面前，没有的，没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有多烂、多糟糕、多臭、多脏，上帝仍然是你的救主所以这个就是在历代志上下，我们会看到神的掌王权、掌主权的这一种真理就是以古训今，就你应该怎么做国王，你应该怎么做领袖，你应该怎么建立你跟神的之间的关系，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影响这个时代，你的道德又如何影响到你的政策，你的政策又如何影响到你的子民等等好，特色呢就是很注重属灵及道德的教训还有呢就是属灵与伦理性责任的政治观点这个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在历代志还有包括列王记都给我们看到一个领袖的道德等于他属灵的状态跟一些欧美人选领袖不一样。欧美人这个领袖首相可以3婚4婚或者是多么的花花公子，这不重要，只要他会行政就好只要他是会有政治手腕就好有政治魅力就好个人的这个私生活、个人的道德是不成为判断的条件。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好像是民主自由的社会，好像所谓的比较进步的其实这没有进步这个不是进步
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是比较任性的做法。如果你来到了圣经，圣经绝对不是这么看的。一个国王的道德绝对就会看到他的属灵的关系，就是影响他的道德，而他的道德就会影响这个王是好王还是坏王啊，跟他的有没有政治的才干、长才、恩赐，那这个是两回事啊，两回事，还是以道德取胜的一个政治观点啊。这个老实说，我们的儒家思想、我们的道家思想也是比较符合圣经的历代志列王记的一个政治的观点啊，就是要法天啊，就是效法天的仁慈，效法天的秩序，效法天的怜悯啊，然后要行王道哈，要行王道，还政于民等等这一些啊，这些都是那一种很圣经的哈，蛮圣经的，蛮属于旧约的政治的一些的观点，在这些方面其实是可以对话的。所以我们在东方人的思维，不要以此的认为西方绝对是对的啊。我很感谢主，最近西方的丑陋的状态不断的在发生，就让我们看到美国不一定很美啊，西方不一定月亮是圆的哈，我们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判断和看法。所以因此呢，我们要从历代志看到一个意义啊，这个意义就是说，征战的得胜在乎于战士是否合乎神的旨意。看到了吗？不是你的武器有多少，有多精锐，也不是你的兵士有多少，训练有多少，而是上帝要不要你得胜啊？上帝要不要你得胜？你看约书亚记，你看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这个最好的显照。第二，肯定圣经的权威啊，肯定圣经的权威。第三是关注以色列宗教的制度跟他的人事啊。这为什么要关注？因为要有制度才会有秩序。有秩序，还有他的人事，还有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犹太社群必须受神的什么管制啊？受神的管制。我们有宗教的制度，我们有人事，但是我们有国王，但是最重要的是万王之王的管制，就是王之上要由天来管啊。要不然一个国王无法无天，这一个国家就必败亡啊！所以一个王有一个节制，有一个受控于天啊，他有一种道德良知，对天想要负责，因为他觉得他的子民是天给他的，他不是天子，他是仆人啊，他重要就是要人民安康啊，这个是他的天职啊。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中华民国，我们的政府，我们从以前一直到现在啊，我们可以思想。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不只是看到以色列人们的历史，他怎么样 footnote， 就是补述这个一般的列王记的那一些的不同的角度的看法，那同时也是给我们看到，从列王记还有历代志向下，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子民跟我们的国王跟我们的领袖，甚至包括不管什么样的制度，要有一个理解，就是没有一个人类的制度，不管是民主自由或者是共产主义，我们不管，制度是制度，但是各有优缺点。然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人的群体必须受到上帝的管制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代志上下啊。好，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看完了哈。所以有关历代志上下里面有讲到的那一个特色方面我一定会考哈，老师一定会考的啊。好，这个就是老师今天上课里面有不断的告诉你们有哪些会考。那么其他老师以前所上的课没有讲的呢，你自己要好好的去看好好的去看。比如说以麦争道有3卷，那个以麦就是
智慧的3卷书，真理有关真理的3卷书是哪3卷呢？等等啊，这一些，所以总共我们会考20题，所以希望同学们把这个圣卷的相关的这个讲义全部看，甚至把圣经里面这个圣卷的部分也把它看过一遍啊。我再说过一次，老师会在过1个礼拜以后出考试卷，那么这个试卷呢，我会给申峰，然后申峰就知道怎么做。希望大家同学透过电邮回答我，那同样的也是用1个礼拜的时间，会不会太长啊？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收嘛，什么时候拿嘛，又加上疫情，可能大家出动的时间比较不方便，所以老师还是用1个礼拜的时间给你们去收，给你们去写，给你们去交回来1个礼拜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老师会在 LINE 群组里面说明。那么玉华也会知道，也会告诉牧师那我们的办公室就知道怎么样的收了好，那么我们今天这是最后1堂课了那么希望老师在这一方面所说的话，你们都能够听得进去，交代的事情能够明白，再不明白可以在 LINE 里面来问老师那求主帮助我们，经过这1堂课之后还会休息一段时间，我们下一次可能就是新约概论，可能你们还是仍然会来，也有可能没有来上课，我们不知道人数有多少，至少要10个人嘛，对不对？要10个人我们会成课，希望我们有10个人以上让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还是能够继续的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上了这2个小时的最后1堂课，在这个旧约导论的过程中，谢谢你带领我们上完了。那么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同学能够找时间复习，找一时间好好的把讲义再看一遍，再带着有框架有架构的思想再把旧约读一遍，也让自己知道哪一种的类别或是哪一卷书是自己最喜欢的最有感触的，也让他们能够成为那一卷书的最深入的研究者。亲爱的主，我们也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把我们龙光堂牧师师母交托在主的手中，让在疫情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保护自己的身心灵安康，也在主的恩典之下，我们数算神每一天给我们的恩典，也保守我们所认识不认识的子民，在主的恩典之下，让疫情赶快过去，我们的疫苗很多的能够来到我们的手中，让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子民，让全世界的疫情能够赶快的过去。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也在我们的疫情之下，我们也能够主角上帝在这个特别的情况的带领，我们也有特别的体会和学习，好让我们将来不管面对舒适或者是有障碍的日子的时候，我们都有得着智慧的心，与神同行。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